Hello， 各位六 C 嘅同學，當你見到呢條片嘅時候呢，我相信咧已經去到 last day 噶啦。一眨眼就3年啦，呢3年過得好慢，又過得好快。我諗起納蘭性德嗰句：人生若只如初見，何事秋風悲畫扇。如果所有嘢都可以停留喺中四初見面嘅時候嘅美好，咁就好啦。初遇到 Doc 班嘅同學咧，我會覺得你哋係好勤力嘅。直至到去到 Form 6嘅時候，我都係一路咁樣覺得，因為面對住咁密集嘅 test 啊、SBA， 你哋唔會翻到嚟就即刻趴喺度瞓覺，好似喪屍咁樣。你哋仲會係好認真咁樣鑽研嗰啲試題啦、past paper 啊、計數啊咁樣。咁我好記得咧，其實係舊年咧班演嘅時候咧，你哋即係好投入全程去練舞。咁你哋咧排練嘅時候咧冇諗過話要咩獎或者要咩名次。咁只不過咧都係即係淨係一心咧想全程投入咁樣去排好呢隻舞。所以我見你哋係一次又一次好落力咁樣，好團結咁樣去排舞嘅。咁當時咧，俾我嘅印象係好深刻嘅。我覺得你哋咧，原來成班同學咧，心入邊咧係有一團火嘅。我回想翻咧，我最初入科師嘅班房嘅時候咧，我見到你哋咧，我覺得哇，好有 energy 嘅一班學生。但係原來呢個係我噩夢嘅開始。經過中四嘅血洗之後咧，咁啊，我哋班咧就開始喺中五嘅時候咧，我發現大家咧開始變得勤力咗啦。OK。但係精神就冇乜嘅，都仲係。每一屆嘅高中咧，我或多或少都有啲遺憾，可能係我有啲考試技巧我未教得咁好，可能係有啲同學嘅故事我未嚟得切去了解。我其實都成日擔心你哋會唔會淨係識得讀書，唔識得去接觸呢個世界其他嘢呢？畢竟呢個世界好多嘢其實比起 past paper、比起試題、比 DSE 更加重要。讀書嘅同學仔咧，我知道你哋好辛苦嘅。亦都開始大個仔咧，係咁諗點樣進步啊！但係其實時間真係唔多啦。呢3年，我曾經以為我有好多時間去修正、去填滿呢啲嘅空白，但原來有啲嘅空白注定係填滿。有啲嘅回憶我嚟唔切去創造，有啲嘅感受我又未必講得出口。人生若只如初見，我只能夠陪你行到呢度，剩低嘅答案要你繼續去揾，加油！我好希望可能幾年之後嘅你咧，我希望見到一個係更加勇敢同埋更加自信嘅你。喺最後嘅忠告你咧，我不嬲都講開噶啦，即係你 play hard work hard 啊嘛，係咪？咁但係我想你哋咧係 work smart， 咁你用好好剩翻落嚟嘅幾廿日咧，努力啲去考 DSE。咁我哋咧去謝師宴嘅時候咧，先再慶祝啦。OK，wish you every success in your future。我好慶幸遇到 Doc 班嘅每一位同學，就係考 DSE 啦，就係畢業啦，亦都即將面臨好多新嘅挑戰。我希望大家可以回想翻呢6年喺學校嘅時光，回想翻陪伴住你嘅老師同學，帶住呢份回憶，將來編寫你人生精彩嘅新一頁。咁各位同學努力加油，幾年後再見，拜拜。時間過得真係好快，嗰頭睇住你入嚟，嗱，而家你就畢業啦。6年時間好快就過去，你哋準備好未呢？最後我想同大家講2樣嘢。第一樣，信自己，其實你係得嘅，只要你努力去做，你一定係可以夢想成真，實現你哋嘅夢想。第二，我希望你哋知道你哋係兩中人，你喺呢度過咗6年。你就算畢咗業去到邊一度都好咧，你都係兩中人，歡迎你多啲翻嚟參與我哋校友會嘅活動。